大家好，我哋係 JJM。首先講下搭夜巴10個鐘嘅感受，因為呢架巴士座位空間好闊落，又唔多人，所以坐得舒服嘅。而且經過服務區會停車休息，可以去廁所。搭完巴士完全冇攰嘅感覺。今日我哋喺棉花堡半日遊，先睇希拉波里斯古城，再到棉花堡。呢兩個景點真係冇令我失望。跟住就會直接搭火車去伊史密。先講講棉花堡熱氣球嘅情況，價錢據稱80到150歐元，比卡帕多奇亞平。呢邊熱氣球數量會少啲，大約30到40個。當然風景及地貌都唔一樣，叫做俾大家多一個選擇。第二樣資訊就係棉花堡南門嘅開放時間，因為我準備行程時了解到南門係6點半開放，而我去當日係10月1日。已經屬於冬季時間，南門會改為8點鐘開放。你哋準備行程時記得留意啦。棉花堡門票係30歐元，已經包埋希拉波里斯古城。大家記唔記得我哋喺代尼茲利典尼斯利巴士站要轉接駁巴士到棉花堡？個司機其實又係旅行社老闆，同佢買門票要40歐元，但佢會包埋接送去棉花堡。同之後送我哋去代尼茲利火車站，當然行李亦可以寄存喺佢旅行社，大家可以參考下。我哋選擇咗喺北門入嚟，喺北門入就可以先行晒希拉波里斯古城，之後行棉花堡就可以直接喺路亞基出去，由路亞基步行返去鎮嗰度只需要幾分鐘。但係如果你對歷史古城興趣唔大，就可以考慮喺南門入場。只需要去劇場同棉花堡就可以。希拉波里斯嘅意思係聖城，由貝加蒙國王歐邁尼斯修建，於公元前2世紀初建成。古城的名字取自希臘神話中忒勒福斯的妻子希拉 Hera， 直到14世紀被一場地震完全摧毀。由北門進入就會先睇到古城墓地區，呢個墓地區域範圍好大，係因為羅馬時期好多名流貴族喺呢度養生終老。除咗隨地可見嘅石棺，亦有唔同大小嘅墓屋喺呢度，你可以近距離去觀賞呢個有2500年歷史嘅古城遺跡。你甚至可以清楚睇到石棺上嘅文字同圖案。呢個墓屋係古城內其中一個比較獨特嘅，因為佢入面有2間房嘅設計，係屬於羅馬時期一個名為梅南德里亞諾斯嘅墓地。既然呢個希拉波里斯古城咁大，當然會有遊覽車俾大家用。不過我冇留意睇價錢。如果對墓地區冇乜興趣，可以搭遊覽車直接嚟到呢度浴場大教堂位置。行過晒墓地區，就會開始睇到古城嘅幾個地標。首先就係呢個浴場大教堂。The Basilica Bay 最初係一個浴場，之後改建成為教堂。可惜目前因為有倒塌風險，已經圍封咗，遊客唔可以接近。而家面前嘅係多米提安之門，建於公元83年，有領事朱利葉斯弗隆蒂努斯為獻給多米提安皇帝而建造。一個3拱門設計，兩側係2座圓塔，係希拉波里斯北面嘅主要入口。穿過呢個大門就係 Frontinus Street， 一條延伸至市中心嘅主要街道。呢道門後面就係下一個地標 Triton Fountain。 特里頓噴泉建於公元3世紀，為獻給海神 Triton 而建造。呢度提醒一下大家，過嚟棉花堡記得帶3樣嘢：防曬油、太陽眼鏡同鞋袋。沿住呢條路繼續行，會經過幾個未修復好嘅地標。右手邊係一個教堂，左邊係一個市集，前面山坡上應該係另外一個未修復嘅劇場。行返出去大路，跟住人潮行上山，就到咗希拉波里斯大劇場啦。
除咗親眼見到一個咁漂亮嘅古蹟之外，亦親身感受到劇場嘅音效設計，非常佩服古代人嘅智慧。參觀完劇場，行返落山就可以去到棉花堡啦。棉花堡同希拉波里斯古城都喺1988年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希拉波里斯當時之所以受到名流貴族嘅青睞，就係因為擁有豐富嘅溫泉資源。棉花堡嘅地貌就係源自於含鈣嘅溫泉水喺流動嘅過程中冷卻沉積落嚟嘅石灰岩層，因為好似一座雪白嘅城堡而被命名為棉花堡。喺被列為世界遺產之前，棉花堡都曾經遭受人類破壞，幸好及時嘅保護，先可以令呢度回復原貌。而家遊客們進入棉花堡都必須除鞋進入的，帶定鞋袋裝反對鞋就可以放心玩啦。提醒一下，有啲位置會積聚咗較多石灰，就會變得好滑，大家需要留意下。好天嘅情況下，喺棉花堡影相真係好靚。中意影靚相嘅女士記得着定件靚衫啦。另外，洛尼魯基出口嘅另一好處就係呢邊遊客少好多，就可以慢慢影相，背景亦唔會企滿晒人，一邊行一邊影相，咁就玩咗一個上午。喺棉花堡食完飯餵完貓，就出發去代尼茲利火車站，車程大約半個鐘，可以去到先即場買飛，唔係好多人搭。當然亦可以提前上網買定啦。如果要去塞爾丘克 Selkirk 都係同一班火車。車程大約5個鐘就到達 Izmir， 經過幾日嘅舟車勞動，喺 Izmir 就 book 咗一晚好少少嘅酒店 Izmir Marriott Hotel， 快速開箱一下。休息下就出去吹下海風同揾嘢食啦。喺酒店附近揾到一間網紅餐廳，近地就試一試啦。麵包同醬料當然係基本嘢啦，叫咗羊架同牛肉，味道就普通咁，唔算差。大家知唔知呢個菜叫乜嘢名？我喺剪片呢一刻完全冇印象。最後總結下，棉花堡同希拉波里斯古城係非常值得去，門票喺土耳其嚟講就肯定唔算貴，行程與返3到4小時。如果只行劇場同棉花堡2小時就應該夠。多謝大家睇我呢條影片，記得 like 影片同 subscribe 頻道。下條片就會同大家講 Izmir 有乜嘢好玩，有乜嘢值得去睇。